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大家就伫好，当到民俗，当到无同样的料理方式，当到出群都有一种。叫做什么腌制的这种料理方式，也唔但像做啲老呀，抢菜呀、购置啊、保存下来，这也就係你头半年的资费哦，冇唔错。你呀哈人啊，没有懂人啲嘅卤东西，卤嘛该喏，因为卤的东西啊会产生不一样的酵素，没话有冇同样的口味哦。故所啊，今日嘅节目当中，阿群妹就要来同大家紹介對新竹來嘅13好市集，啲都有當到好食咧卤的東西。儿童大家来紹介，繼續來分享。今日的來賓是我們新竹13好市集的執行長，歡迎玉娟姐分享。謝謝，大家好，我是新竹縣竹東鎮科湖里的玉娟。分享，歡迎玉娟姐。3號來係我們和樂溫農場的主人少華，歡迎少華。大家好，我來自新竹縣尖石鄉的少華，謝謝大家。好，分享兩位來到 Annie 節目當中哦。剛剛有沒有覺得我講的這個名字很特別？和樂溫農場。先來問一下少華好了，和樂溫聽說是泰雅語，對不對？對，和樂溫這個農場原住民翻譯叫哈拉混，就溫暖。哈拉混是溫暖的意思。帶給人家溫暖的意思。哦，原來如此。對。所以今天啊，就要來同大家紹介玉娟姐跟少華他們兩個人一起合作，會帶來怎麼樣的好味道呢？先來問一下玉娟姐，其實你有懂得滷味東西，非常多的醃製物，對不對？有哪幾類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哦，我大部分就是用當季在地的有機的食材。然後加一些客家的元素進去，對，然後把它好好保存起來。客家的元素，但是其實你沒漢語，你不是客家人，對不對？我是河洛人，河洛人，然後漢音姓 Q 啊，好厲害哦！加到新竹竹東，對不對？竹東，所以我會講海豐啊，全部還唔可以講海豐，我還不會講，因為我們不同腔啦。對，我不會講海陸，但是玉娟姐好厲害哦，而且還學會做暗斗，就是這些醃製物，而且還是客家人的口味，對不對？客家人的口味也是，但是它沒有像以前的客家人醃的這麼鹹，所以是有改良過的。還有就比較特別的是，都是用純釀造的醋跟醬油。所以所有不僅是食材本身是有機的，任何就是幫忙所有裡面添加的一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釀造的，都不是化學的，自己吃的等級就對了。沒錯，這個很重要，就是做給自己最親愛的人吃的東西。故說一開始啊，就要先同大家來紹介。其實攝影棚現在都充滿着一個很重的麻油的味道。對，這個麻油味道是來自哪一個料理的麻油味？這個，嘿，麻油九字蘿蔔。麻油九字蘿蔔，其實像這種滷肉配類，應該一般不卡飲，就是一般的婆婆媽媽們都會在家裡面做。對。那做的方法就是可能香油，白芝麻的那種香油，然後可能一些鹽啊、糖啊，酸酸甜甜的醬油，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但是這個聞起來是無麻油，是黑麻油的味道。為什麼會使用黑麻油啊？因為蘿蔔比較寒。那你加了黑麻油之後呢，它比較溫潤。對於喜歡吃多又吃大量的人，就對身體比較好。哇！所以不只是味道更特別了，因為它黑麻油的味道會比白芝麻香油的味道還要跳，對，還要清楚，對，而且好適合配飯哦。是啊，對，沒錯，它很適合配飯，對不對？對，然後除了配飯之外呢，我都有跟客人說，蘿蔔吃完了，它有剩一些醬汁，醬汁把它留起來，可以拌麵、燙青菜。哇！所以我現在這裡手上的這一盤就是無麻油，然後這個醃蘿蔔的這個醬汁拿來拌麵，拿來舀麵，我吃吃看。
它除了有酱油跟麻油之外，其实那个酱汁啊，一开始就要用，我是用洗热之前的有机酱油，原色冰糖，然后加公麦基的米酒下去煮，等它冷了之后，就放盐顺的坐叶子麻油。哇，是坐月子用的麻油，对，所以它其实就算这个萝卜本身它的食性是比较凉的、比较寒性的，不过没因为有要无麻油这个两个来互补一下，对，所以就让它的食性不会这么的寒，它感觉都得抖身，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对不对？故说除台这个好吃的麻油9字萝卜之外，还有其他另外一种的腌萝卜，对。麻油9字萝卜适合配饭，但有另外一种的做法呢，它就比较偏酸甜的，就是可以解腻用的。解腻用的，我是用那个陈家庄的糯米醋，然后泡了陈家庄他们种的有机梅子，1年以后就变成梅子醋，然后再拿来泡萝卜，好脆哦，好脆，酸，梅子的味道。跟刚刚我吃的麻油9字萝卜，还完全没 Q 用的感觉。对，这个好清爽哦，好清爽，就是解腻用的。解腻用的是可能比如说吃太多肉了，我们就可以来吃2块。对，所以刚刚玉娟姐你说用酿造醋，酿造醋跟一般我们外面买的米醋，它的做法有怎么样的不同吗？为什么会想说要用这种酿造醋？这个酿造醋它是陈家庄他们自己有耕种有机的稻谷，然后自己纯米酿造，所以像我们一般啊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像我们市集里头都会做一些教粉丝的一个认识好食材的方法。你只要把那个你买的东西调味料上面你看到的字是你看得懂的，譬如说米啦、糖啦、水，这个你都知道。对。但是有化学名词很长的，然后有什么甜味剂或者是什么焦糖色素，这个其实对人体都不好的。所以我的醋呢是用陈家庄的糯米醋，然后你拿起来一看，它上面就是糯米跟水，只有这2种东西。哇，所以它是非常天然，没有其他添加的。对，再加上梅子。对，像这个梅子做梅子醋会不会很困难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梅子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出产梅子了。然后呢，梅子买回来就先洗过把它蒂头去掉，然后阴干了之后呢，你就放梅子放在那个玻璃瓶子里头，然后就把醋灌进去。那像我做醋的话，我就不放糖。为什么不放糖？不是很多人酿醋应该要再放糖吗？放糖它是要让它喝起来很顺口。好，那还有一种就是为了让那个糖的氨基酸在醋里头跟梅子它可以叫转化。但是呢，如果想要拿来做健康的饮用，譬如说有人就是痛风啊、尿酸的人喝醋的时候是不适合里头有加糖的。然后我是要拿来料理用，但是你要做料理的时候呢，你如果里头已经有了糖，比较不好调配那个味道。还有一个放糖要加钱。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吃健康，还有做其他调味更方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玉娟姐真的想得很透彻，果然是有地给煮菜、有地给做料理的人才会考量到这一些。然后另外一个看起来也很特别，它是我们的酸白菜。对，酸白菜。酸白菜也是用醋，陈家庄的醋来做酿造，还是不一样？它是自然发酵。就用那个少华种的大白菜。少华种的大白菜一定要强调，为什么呢？因为少华种的菜呢，它生长速度比较慢，那它给它的是没有化肥，它是天然有机肥，所以它的那个纤维比较粗，就是它的纤维应该是说它的纤维嫩度比较好，所以你做完酸白菜之后，它不会是烂的，它是脆的，还是脆的，还是脆的。有，所以少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种植、你们家农场种植的方式，跟一般外面买到的菜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就像刚刚玉娟姐讲的，生长速度稍微慢一点，那生长速度慢一点对菜、对这些作物的好处是什么？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农场的那个蔬菜哈，最主要是它的来自的地方是很特别的哦，那就是来自这个新竹山上嘛，那新竹就是有尖石乡这个地方，
那尖石乡这个地方呢，那就是我们在这个高海拔那个地方。大概海拔有多高？我们最高在2100在种植，平均大概在1500、1600、1700、1800。对，我们就是我们整个部落的农场。还有到2000左右的一个农场。哇塞，高山的农场哎。对，高山的农场，所以我们的东西啊，像这个，不管是这个黄金白菜啊，各个这个黄金白菜个头超大的。对，因为它个头超大，是因为它在冬季的时候，因为这个黄金白菜只能在冬季9月以后，秋季过后，我们才开始播种植这样子。刚才讲说它为什么会长得比较慢，因为天气比较冷嘛。对，所以它慢慢长，所以我们。像白天的温度都是在20几度，那外面30几度，我们20几度，对，然后那温差的那个温度大概也在10度、10几度左右，对，所以晚上可能掉到10度或者是更冷，所以它更冷的时候，它就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如果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的话，它的纤维就会慢慢长，它也会长得很厚，对，会长得很厚，因为是海拔的关系，对，所以我们平地跟山上种植，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不只是海拔的问题，对，我们在施肥管理，因为我们刚才就讲那个玉娟姐讲是说，我们的天然食材来自有机，那我们就是有机农夫嘛，那有机农夫就是不能使用化学肥料，对，不能使用农药，因为这个化学肥料它可以促进生长，它可以长得很快，对。它长得很快啦，它东西就容易腐烂。没错，而且我觉得长得很快不见得好哎，因为食物本身它的营养能够提供，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花3个月它才可以提供这么完整的味道。你如果强迫它很快的就采收下来，它的味道就没有办法这么完全。对不对？所以其实啊，你看要的东西，还用行走哎，用时间、花努力、花心力去种植跟制作出来，这样有按后的米西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和同大家分享。好，欢迎大家又走到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天的节目底度有抢到的是来自我们新竹13号市集的玉娟姐，还有和乐温农场的少华，其他的232的同大家分享，这是2个一起搭配出来的好味道，有好食材又有好技术，搭配出来的后米西同大家来分享。刚刚少华有跟大家讲了一下，你们的农场其实是在海拔非常高的地方，对，那在这么高的地方种了非常多种类的蔬果，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对，我们这样高山上哈，嘿，这个蔬果的，因为都是转型在做这个有机的嘛，现在那边的农户，这是算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有机农，就是农友就是在我们的新竹县，很不容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山上就是都是处于在夏季的时候哈，就产出的这个，因为夏天的像南部平地都很缺菜嘛，那我们高山的话，因为我们的温度比较冷，温度比较冷，然后我们种植的那个品质也非常的好。那像夏天的话，那我们先讲蔬菜类的话，那高丽菜一定会有高山高丽菜嘛？对，是一年四季都有吗？对，一年四季都有，像高山的。然后像那个白菜的话，是它有季节性的，然后它夏天也有，但是不是这个品种的。对，但是还是有办法有这种十字花科，通常在平地是冬天才有的。对，十字花科冬天才有的。那像我们就是夏季，看我们跟平地看是那个季节兑换哈。然后像我们上去种很多菜，其实我们是要看整个通路商，整个我们全台湾有机的通路商，它夏季需要什么菜，比较需要我们就会种那些菜，像叶菜、罗曼、福山，像那个菠菜。其实各种菜我们都要芹菜、青葱，我们都种很多。然后像我们大概是在6月份的时候，那我们的农场，我们和乐温农场上面就有种植那个樱桃蜜梨。樱桃什么？樱桃蜜梨。樱桃蜜梨。对。糟糕，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哎！樱桃蜜梨是什么啊？樱桃蜜梨它就是它的那个果汁就非常长得很像樱桃，吃起来也非常的甜，也有那个樱桃香的味道。李子吗？李子，对。好妙哦！对，然后我们还有种，不单单这个樱桃蜜梨之后，我们还有种水蜜桃，也是种植有机。
对对，还是种植的那个我们现在最夯的黄金水蜜桃。有机种植的水蜜桃，好感觉就很难。你看水蜜桃，它的皮那么薄，那么脆弱，对，很脆弱。然后又要好吃，你要用有机的种植来种水蜜桃。对，但整个环境要非常要顾得很好，再加上还要经过研发一些我们的技术啊，要投入在里面。最主要是要用心顾，它就会好。对，所以用心顾，像讲的很简单，用心顾它就还会好。但是太敢唔滴，用心顾一堆菜园，顾一块小块的就够你烦恼了，更何况整个农场是一大片的，对，一大片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经营这个农场。姑嫂啊呀哈，今天少华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高冷种出来的蔬菜跟一般我们平地种出来的蔬菜有什么样的不同？现在桌上就有2颗，一颗是平地的，对对对，一颗是山上高冷的。大家，我们先看一下，给观众朋友猜猜看，哪一颗是高山上的，哪一颗是平地上的？后泰嘎先看一下。好，有看出来吗？左边好像稍微右边的稍微绿一点点，左边的稍微没有那么绿，然后中间呢可能有一些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少华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哪一颗是高冷种出来的，哪一颗是平地种出来的？对，刚才这个拿进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哪一颗。你骗人！开玩笑，只是说我看到，我觉得我是这一颗，对，这一颗是我，这是平地，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平地跟山上的种植，这一颗的它的地头比较高，比较宽，地头比较宽，对，比较宽。那个平地种植的东西，它的地头比较大，像我们高山的地头就比较小，然后像我们直径没那么胖，对，像你看，一看就知道高山不高山，看它的那个密度，它的密度，我们的密度比较密。我们的叶片的密度，因为我们天气比较冷，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结得比较结实。那平地的，不管是它的温度，不管是它的栽培也好，它属于快速的生长，所以它的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密。然后从外观看起来的话，对，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下。好，看一下外观。外观哈。一看就知道我们山的也比较翠绿嘛。对，因为山上就是它生长的东西也比较慢，也比较翠绿。从外面看起来，我们的也比较翠绿，而从外面看起来呢，那叶子上面呢，我们的叶子比较嫩，叶子比较嫩，很脆，很脆，这个就不会，这个就比较不会很硬，要拔的话比较不好拔，我们的比较纤维比较就是很脆这样子。姑嫂按年就都在同大家来教大家怎么分辨这个高冷跟平地种植的高丽菜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到人家笋通这个很大颗的，这一颗叫做什么？这一颗叫做黄金白菜。黄金白菜，而且它的里面好美哦，真的是黄金金黄的颜色哎。这也是因为高山种植，所以它一样叶片很紧密嘛。对，高山种植跟外面种植不一样，它高山种植里面特别黄。对，特别黄，可能是特别黄，对它时间的关系，时间长，它长得就里面就特别黄。原来如此，而且虽然这个心啊，它刚刚那个我们在讲高丽菜的时候，少华有讲到高丽菜的心，高山种的高丽菜，它的心会比较直径比较小，对，那平地的会比较粗一点。可是我其实刚刚那2颗是我在切的啦哈，是我切下去的时候啊，你还吃到给散烘的高丽菜，它里面的心是非常结实的，是坚硬的。但是我们比较平地的感觉就比较胖胖啦，客家话讲胖胖就是没有那么扎实，密度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其实啊，有机会色列都散烘的高丽菜，山上的蔬菜其实是不一样的口感的，对不对？是。对，那接下来这个黄金泡菜，当然玉娟姐也不会放过黄金白菜喽。对，所以黄金白菜就要拿来做黄金泡菜。刚刚不小心说溜嘴了，太想吃了，口水都不小心快要喷出来了。桌上这2个有2种某 Q 用的 Kill Me， 2种不一样口味，分别是哪2种？颜色比较没那么深的，对，这个是黄金泡菜。黄金泡菜，现在坊间大家都很爱吃黄金泡菜，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红萝卜、蒜头、辣椒、豆腐乳。那我的呢，里面有特别加一点炒过的芝麻，把这些东西，然后加陈家庄的糯米醋，用果汁机打过，再泡进去。
然后少华的白菜一下来，我就马上先切完了，像腌那个有机的日晒海盐，大概腌半天之后，然后再用水洗过，再把酱汁泡进去。哇，还要腌日晒的海盐，你看盐就盐，还要日晒的海盐，对，这么的要求。而且这个黄金泡菜，刚刚玉娟姐说加了炒过的芝麻，炒过的芝麻那个香气真的是无可取代的香气。对，炒过的芝麻它的香气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不用任何什么其他的调味。阿 Q 我刚刚才吃了一片，我现在口水一直想流出来，一直想要配饭，怎么没有准备饭呢？好，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个口味是韩式泡菜。韩式泡菜的做法大概是怎么样？韩式泡菜的做法呢，其实比黄金泡菜再简单一点，但是它的前置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它只是加了那个辣椒粉，好，然后。它那个甜味里头，我有加水梨跟苹果。哦。那一般有做韩式泡菜的，它是有加鱼露。但是我这个里头呢，没有加鱼露，因为鱼露呢，它有很多化学合成的东西在里头。那我们13好市集呢，是不能卖任何添加物。对，我觉得鱼露哈，其实。我妈妈其实也有做这个韩式泡菜，因为妈妈自己都会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每次我妈妈都想说，我要不要加鱼露？很烦恼哈，因为很挣扎哈。你加了，你买的那一罐鱼露，其实说真的，除了做泡菜加了一点点，其他的我不知道怎么用。也就唔滴，生了爱加，也还唔爱加，唔是加，但其实是可以不用加的。不用加味道。不用加，虽然味道跟韩式正宗泡菜是有一点点差异，落差，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而且还加了苹果跟水梨，所以那个甜味有部分是来自苹果跟水梨的香甜。对，而且它因为有苹果跟水梨，它里头有酵素，所以你的醋就可以不用放那么多，让它时间自然发酵。啊，因为其实做泡菜也要让它自己再重新发酵过一次，这是最好的。像我做那个酸白菜的时候啊，也是只有水跟有机海盐。但是要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它才会自然发酵那个酸出来。自然发酵的味道，对。所以呀，像这2种黄金泡菜跟韩式泡菜，韩式泡菜它其实味道有一点点的辣，有一点点的呛，对。那如果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敢吃辣的朋友们，他们会有其他的选择吗？哦，有啊，就有那个粉丝说喜欢吃我的泡菜，可是小孩要吃怎么办？所以太辣了，所以我只有放少许的醋，然后也是放了水梨跟苹果，然后下去打，再加一点2砂，它就会偏酸甜，但是就没有辣的部分。但是也是韩式泡菜，就是比较小没有辣的版本。老实说，那已经是改良成我们国人喜欢吃的口味了。但是就是让大家吃泡菜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对，好棒哦！而且其实啊，你看这些好的食材，不只是13好市集的朋友们吃得到，其实这些好食材还送到新北市的小学，让小朋友吃健康的蔬菜，对不对？少华对，那个就大概是前5、6年嘛。对，这么久了，5、6年的时间。对，5、6年前，但是现在都是有在送学校。那是5、6年前一开始接触这个新北市的供货这样子嘛，就是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机缘哈，认识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像那个通路商哦，还是那个像那个就是他们专门在料理营养午餐的那个中央厨房。那我们就是跟他们搭配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高丽菜，就是因为是在夏季嘛，那夏季的平地都非常的缺菜啊。对。就是因为是说，因为这个高冷有机蔬菜的单价就比较高嘛，但是我们要送这个营养午餐哈，有时候送不下去啊，因为单价还是有一点差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单价。对单价，因为还有我们想是说，因为营养午餐的价钱都是固定的，不会像那个一般的那种我们就是说什么青菜少可以涨价啊，对，不行。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康老师就接到说啊，能不能有这个机缘来帮我们送新闻？但是感觉是说是要做一个爱心的感觉，对，想说也是新北市小朋友吃，那我就从我们的部落，
哦，这样子要开4、5个钟头的路程这样子。你是自己送哦？对对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采好菜了，然后我们就上车，上好车我们就直接当天就直接下到五股那个地方，送到那个地方，路程大概4、5个小时这样子。好不容易哦，你看去家中还爱去家送，就为了爱本呀的小朋友可以吃健康的蔬菜。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同大家分享其他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刚才你有谈到吼，少华跟大家分享，就是跟这个新北市营养午餐合作的这个状况。除了这个，因为价钱，敌后高山的高丽菜，我们的成本一定是比较高，花费的心思种植的时候也是比较多。那除了这个价钱之外，接下来就是路途啊。漫漫长路，从新竹坚石要到这个新北市五股这个地方，这么长的路程。刚刚少华说，单趟从新竹下来到五股就要4、5个小时，对，大概4个钟头的时间，回去又要4、5个钟头，然后大概送下来的话，就一天的时间就花掉了，对，所以这我们的时间非常的长，就在路途的上面这样子。对，但是你这样子也坚持了多久的时间？我从我爸爸到我这边，我做有机做了11年的样子。对，一开始就是说，因为做有机前面一定是4年转型期嘛。在4年转型期的话，就是非常的艰难艰困这样子。对，然后跟我爸爸的种植的方式比较不一样这样。爸爸那时候的种植方式大概是？当时爸爸种植方式大概就是做那种惯性的方式。一般来讲，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用惯性的方式，因为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对，然后那个速度啊是最快的，要让虫马上死掉的。我是用抓，他是用喷的，这2个不一样。所以当时我爸爸在做那个惯性农业的时候，那时候当时我还大概10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跟随着他做这样子。然后我看一看，我从他的背影看到这个好像不是永续经营的一个产业，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子。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件事情？因为通常就是爸爸一直这样做，那可能就是跟着爸爸的脚步。那你怎么会突然就是想到说，或许可以换一个方式？最主要是说，我就是从以前就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山上觉得这个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如果是说这个山上这个地方，它原本不属于它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它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像农药啊、化学肥料，它不属于山上，你添加在这个山上这个土壤，因为这个土地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嘛，对，因为我们要这个永续的这个土壤，然后再传给我们下一代的话，我一直思考，然后。一开始做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嘛，一直做有机的时候，我爸说做得好，怎么那么笨，很苦啊！我用喷的，你还要用抓的，那么辛苦。对啊，说我这个做有机都要跟人家借钱，还要跟通路，就是要跟还要跟他们借钱，非常很辛苦。但是我还是很坚持啊。不管他讲什么，我还是很坚持的。我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守护这一片土地，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的小孩子，最主要是我自己，我的小孩子跟大家各位观众。吃的一定要很健康、很延续这样子。对，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希望把给自己小孩吃的菜，再跟更多的小朋友来分享，所以才支持少华。一直你知道，天这样奔波4、5个小时，来回都已经要10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奔波，非常长，对，才支持你有这个动力，支持你到现在。对，到现在。对，所以你们的种植方式，其实我们前面有看到照片，它是整个是一个。开阔的，跟外面是接触的，它并没有任何的遮蔽。对，跟我们另外一种的种植方式是温室的方式，是感觉是完全相反的。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在山上用这种露天的环境来种植，有什么样的优点吗？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露天跟那个搭那个设施的部分当然是我们在搭设施的部分，一定是产量非常的高，因为它可以隔绝虫，它可以隔绝。鸟啊，鱼啊，通通都挡。像我们都没有8个，我们都是通通来送他免费吃。对，吃到饱。然后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温室跟这个露天的，就是它差别就差在有一个地方，它的肥料，它的有机肥料，不管是你的用汉方酵素，不管是你自制的酵素也好，
它没有办法分解。设施里面你喷进去的，它含在土里面，它很难分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用阳光去分解它，因为它有挡了一个雨布，它没有办法用雨水去分解它。因为所有的肥料你丢下去多好，它的硝酸盐就会很高，因为我们一直吸收。对，硝酸像我们之前那个林杰良说的，硝酸盐是致癌物，那就是蔬菜里面本身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经过太阳跟雨水的分解，就会有这种致癌物。为什么大家都说隔夜菜不要吃？就是它就是像很多菜就是不能在室内这样子的一个温室里面，它就没有办法代谢。它没有办法代谢之下，然后它的硝酸盐会一直增高。没错，对，像我们的高丽菜，像我们的黄金本，它经过这个太阳的洗礼跟雨的洗礼之下，再加上我们农夫的爱心，就都没问题。真的，你看少华讲的这样，好像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很骄傲，有没有？因为是用心呵护出来的。对，所以13好市集里面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农民。是。对，那玉娟姐你是执行长，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13好市集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市集吗？为什么会叫做13好市集？对，说一下。因为新竹县有13个乡镇。那当初我们这些伙伴呢，大部分都是各个社区呢，为了要让自己的家乡居住的地方生活环境更好，所以就参加了那个新竹县的社区规划师的训练。那培训之后结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一个案子，譬如说做绿美化啦，或是要来做什么无毒栽种的学习啊，这些都可以申请到一笔经费。后来我们结业之后就在想，那我们就这样结业完了就算了嘛，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后来我们就讨论的结果呢，我们来组一个市集，然后把我们各个社区里头、我们乡镇里面好的东西集合在都市里头，分享在给都市的人。对，所以要收集这一些理念一样、种植一样，都是比如说有机种植的这些农民，你们是怎么来挑选的？那一开始我们就从我们的同学里头，然后回到社区里面去找，有哪一些人现在已经是就是自然农法的耕种，或是他是用友善耕种，那有一些也是在有机的转型期。那要进到我们那个市集里头的，我们就有经过一个程序，就是你要先填申请书，然后您在哪里耕种，甚至呢还要告诉我们你那一块土地的地号。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产地检验小组的成员会到那边去看，好讲究哦。对，你是怎么样耕种的？你的旁边的人有撒农药吗？那如果旁边的人是惯行农法，你有种隔离的东西吗？距离有多远？然后验土验水，才可以进到市集里头。哇，所以经过层层的考验，被选入市集的这些店家们，都是最棒、品质最好的，而且又最能代表新竹在地，对，对不对？就有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乡镇，它的特色的产品都在里面。现在里面大概有几个店家？我们其实我们不叫做店家，其实我们叫做小农，而且我们1个礼拜只有1次，所以我们这是小量生产，对，而且一定要是自己亲手栽种的。哇，那你2级产品呢，就要用我们这13乡镇里面的伙伴里面的产品，譬如说我就跟少华进，然后有的就是如果我们县内没有的，那跟他县市的一定要有机证明的才可以做成2级产品。对，那2级产品里头呢，不能有任何化学的添加物。那如果2级产品的伙伴申请呢，我们也是要到他工作的地方，他做整个流程给我们看，整个生产线都要看过一次。对，那其实没有工厂，也没有生产线，人员的生产线都是在那个家里那个温暖的厨房里头做的。对，哇，所以连这样子每一个步骤都要一一去检视。所以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去13好市集走走看看的话，这个位置在哪里？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位置就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就靠近那个竹北高铁。很方便。如果你搭高铁来呢，你有接驳车1站就到了。顺便去走走看看有没有。而且我们那个地方呢是
客家文物保留园区，那我们简称它叫新瓦屋。新瓦屋。对，那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个礼拜6的早上11点到下午4点。11点到每个礼拜6的早上11点到下午4点。古时候啊，分享太个有限，去到新竹的世界，噶是嘿坐高铁啊，可以从这个高铁站啊，然后再过去旁边的13好市集走走看看，还有新瓦屋都可以，这一个1日游的行程，对不对？对。那我们除了星期6摆摊之外呢，我们在那边也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就是要方便我们我们的粉丝要补货的时候，那我们就是除了星期1，其他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然后我们每一位伙伴轮值当店长。哇，好有趣哦！直接跟农民来做接触。对，好棒！所以啊，分享太嘎有喊去到13好市集走走晃晃哦。鼓手今天谢谢玉娟姐，谢谢少华，谢谢2位来到 Annie 节目当中。好，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是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停的运动欣赏，做运动了。